伫高雄有登记的宠物是31万只，是全国第3多。不过，这宠物过身了后，尸体要安怎处理？目前高雄是无相关的条例来规范。农业部去年放令多次土地申请变更，高雄市有9间业者申请，其中1间通过中央审查，地方要求市政府要赶紧协助业者合法，去高雄头1间合法的宠物品种园区。古水的狗仔当咧甲主人耍，宠物即马嘛真做厝内人，民众无法度接受宠物的尸体当作废弃物来处理，并带着要求高雄市府要赶紧制定相关的规范。动保处表示讲，目前高雄市宠物生命纪念自治条例草案已经送议会，针对用地收费、尸体处理来规范。目前宠物敢会当用火化甲处葬，未来拢有规定。所有向农业部提出申请的部分，有4家已经通过农业部的一个审核，那高雄市占了1家。我们动保处会进行这些业者的行政管理，就是说业者那对我们消费者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，这一部分我们进行行政管理。根据统计，高雄市有登记宠物已经破31万。过去政府并无规划宠物品种用地，地属全台干那汤圆1间业者合法。亲像高雄的业者会去私人的火化场，厝底下处理过身的宠物，业者嘛惊讲未来若是要申请合法的经营，成本会增加。建议市府会当去宠物火化场做伙管理。比如讲，迄坡度，要达到几度这物件嘿，阮。为着要去达到政府的规定，阮可能若要开落来拢是200-300万起跳安尼，所以对阮来讲，这个成本的负担会伤大安尼嘿。动保处表示讲，去年农业部放令多次土地申请变更，全台有60间的业者申请，高雄就有9间，其中有1间今年初已经通过中央的审查，落尾会送予高市府来审议。未来若是摕到执照，业者就会当合法来经营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